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又推薦美食俾各位啦。呢間叫做3月嘅川菜融合料理，佢係喺中山嘅 VV Park 1樓呢邊嘅。咁我哋今日咧係同10幾位香港老友記一齊訂咗房間，我哋入去睇下。呢度嘅環境咧，裝修嘅風格係有啲古色古香，跟住你會見到一啲網紅咧喺度影相。直接去片啦喂！呢個叫做茶油香蕉溏心皮蛋、生灼意大利雙色節瓜、蒜泥白肉、葱香怪味水晶雞、沉香蘇式燻魚、青蘋果古法紅燒肉、宮保黑虎蝦球、蟹黃10年老菜脯肉餅、法式蟹黃餅、節瓜白貝煮蝦球。大廚每次其他嗰啲地方咧濕㗎，佢哋後尾好多抄到嗰啲唔酥㗎，因為我哋啲開到嘅呢啲咧係比較酥嘅、酥身嘅。外面咧有請0117號佳麗繞場一圈，展示佢嘅獨特風采。總廚親自過嚟幫我哋切嘅呢個唔知叫咩酥。加咗啲藤椒粉喺上面，呢個澳洲3M 牛個酥皮超級正，入口即溶。鵝肝配牛，再加咗泡菜，俾你解咗啲油膩。但係溫度控制咗喺45度左右，比較好入口。好正！試下個牛先。4件，唔係喎，有你大家可以夠啊，係啊，一可以嘛。普羅旺斯番茄羊肚菌、黑金野菜丸子，唔少得嘅上湯菜心，最後梗係要有呢個豐臣西班牙豬扒焗飯啦，再加埋呢個黑松露梳芙梨，今日搞掂啦，拜拜。